포화 가서 나한테 니마 봐라 마감바 손질이 시는 탑 주세요래 디노네 포화를 뒤래 대 포화대 도말 라나스도기 포화대 종그래 종에 따뜻한바도 마 따뜻한바세네 종그래 포화대 가르세라 나스 조바치방 라소바 치 당제 냥스 랜롱 맨네 바루네 드네 젠시니 시디세 바나 데가서 배셔셔야 되래 마감 송제비 치치세 라노소소 넘버 범메라 서왔다 드네 세제 탐지디단도 셈비시 되는 라니 파파세레디라소바 감네 되네 랑기 르라 내송도 노이 고 제tam지어리 대나타지지 어범을지 투소기 고탄티 파까데 자 오마지 람준네 랑기 샌데 범을지 투가티미 어때 그래 대데 대나래 소지 손지나래 토마스로한테 되네 바르도 범에라서 바 소리도 감히 되네 거리 고ton지를 막이는 파까데 대사 우미 랑라 준네 내랑 넘버 키바데 범에지도 야 빠라야 되네 오 되네시나 냐래 야보신 송기 투바다 쇼나 대화전에 세트바 용기열이 되네시데 나시 바리디도 품보텔라용 세원에 타도와동 타던지죠 야 태나랑송 나 타던지 세트바 대 품보로에 나오 따세 몸보지 용기열이 세디 포아데 감기와네 송지께는 로아리 체시 미세기 체시 쳔모레 예나오 동보야보 정그레 대화지 힌트 라소바 오바메지 산 라소바 대나톤디 휴쳔보지 나 대디갑텔라 되는 거만로신 소아타니 템 롱기 포아 롱기 파르토난다 게 로론신 라마라소션 포아 파난다 오데데지 폼발에 따뜻한 것이니 포아를 빨그그래 那这个破瓦法是我们的这个红教的这个传承里面呢，就是不必要这个苦行这个修行，可以能得到这个成就，可以能得到佛果的有6种的这个法门里面其中之一。那这个佛瓦法虽然是很殊胜的一个法门，可是呢，首先必须有自己有观修，必须有练习，练习了之后能够要得到一个成就，就是必须要有一个瑞相。那就是这个佛瓦法的法门是，假如说我们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可以学习这个大圆满的这个法门，那就是当我们往生的时候，一个实用的一个法门，一个实用的这个道法，就是一个佛瓦法的法门。那这个佛瓦法的法门是不必要观修，不必要一个就是苦行的这个修行，就可以能得到一个就近的这个不会的这个法门。那说这个佛瓦法的法门时，我们首先要对这个阿弥陀佛呢有祈请，然后有摄受这个发菩提心，愿能够众生一切的众生呢远离这个轮回的痛苦，然后自己就是要观想成这个观世音菩萨。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身体里面有这个多入这个6道的这个8种的这个门，这些的门呢要这个关闭。从这个阿弥陀佛的心中有这个种子智放出这个光，关闭了这些的这个多入6道的一些的这个门。然后呢，这个我们的中脉的这个道里面呢，自己的心思那这个通道直接牵引到融入到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心中。那这样的这个修行的法门呢，称为是一个普瓦法。那所以我们首先呢，必须要对一些这个诸菩萨有祈请，然后就是对阿弥陀佛也必须要这个头顶上要观想这个阿弥陀佛，然后所有堕入这个轮回的这个门呢要这个关闭，然后这个中脉的道里面呢，自己的这个心思，那这个牵引到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心中，那这样的这个修行就是一个佛法法的法门。那这个法门假如是如法修行的话，我们就起身就可以到这个西方极乐这个净土的，那就是自己的这个心思或者自己的灵魂呢，可以牵引到这个西方这个极乐净土或者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心中。那这个修这个佛法法有各种的这个成就的这个瑞相，就是可能会修这个佛法法了之后，可能这个头顶上这个顶尖上面呢会流血，或者是把头发呢容易会拔掉，或者是在身体当中会有种种的这个瑞相会这个出现。那所以说这个修这个佛法法门，首先必须要这个祈请很多的这个诸佛菩萨，那要必须要观想这个阿弥陀佛，然后呢自己的这个心事呢可以牵引到这个西方极乐净土这样的这个法门。那这种的这个修佛法法，如果自己有实修的这个能力的话，那当这个往生的时候，自己可以对自己修这个佛法法，或者是我们的请这个上师来修这个佛法法也可以的。这个佛法法是当我们往生的时候非常有实用的一个法门。